用这个 OBS 作为程式来做直播了，可以荧幕截取，然后这个不必选网页，不要选浏览器，就不用贴那个什么网址啊，然后什么金钥啊。但是这个现在那个网页荧幕那个画面，这个就是这个 OBS 作为程式，你看它的画面，来按那个工作室模式，它就会左右各一个。然后要点按那个虚拟相机，那上面要按开启串流，它就会叫你要设定那个档名啊，还有标题啊，还有点选那个不是为儿童创作的影片，然后还要把那个网页往下拉哦，再去找那个继续直播，点按继续直播，进行直播，那个4个字应该是进行直播，要记得把那个网页拉到下面，点按那个按钮叫进行直播，这样才能够在网络上的直播那边可以找得到啊。然后那个左边这个设定啊，有什么场景，有什么来源，要设计啊。第一个是显示器啊，要设计第一个是显示器啊。第二个你可以那个上网看 YouTube 频道播放清单的是浏览器啊。现在那个画面那个是叫显示器。那你看哦，那个手机上有线上的读经哦，晚上9点在LINE群组里面来读经，然后这个手机的声音就可以让这个笔记型电脑截取哦。你看哦，这样直播的时候声音就听得到了。现在这个声音小小的，就是因为离得比较远。如果手机就放在笔记型电脑荧幕旁边的话，声音就很大了。那个证明哦，用那个显示器来截取的话，不必透过那个什么网页的网址啊。画面就是这个直播的工作室的叫 OBS Studio 这个程式操作界面。然后声音的话，可以是读经的声音。那如果要拍现场的要这个左边呢，来场景那边呢，左下角有个加号，按下去，然后就可以那个命名哦。比如说要拍佛堂正中央啊，佛龛啊，或者要拍讲师啊，拍这个道亲前显听众观众啊，或者是要摄影机接近了。那个拍佛堂的那个右边这个来源就要按加号，然后来选。你要拍佛堂的应该是接摄影机的时候要选那个摄影机的。然后你看那个顺序排好，都选好了以后顺序要排好哦，然后它会自动切换的。要能够这样的话最好。你看第一项要显示器哦，截取。第二项的话，如果你要上网，要听那个道歌的，再点按那个浏览器哦。但是一点按浏览器，它就要你要提供那个网址啊，还是要按确定的可以按的，这样比较麻烦。都不用去动它的话，就是第一项要
用显示器截取，然后晚上9点线上读经，利用LINE群组。那这个手机放在荧幕的旁边，读经的声音就可以透过这个荧幕截取，然后在网络直播了。这个直播的画面就是现在那个手机的上半这个画面。